美国扣对顶关税冲击经济，咱经济部内部评估，汽车的关税咱确实有影是扣比美国搁较重，所以未来可能会调降。大清针对这汽车零件，搁有美国制造的电动车来减扣税。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出来，全球甲美国展开谈判。即嘛传出经济部最近一份内部评估指出，目前可能优先降低是汽车零件甲非红色供应链美国制造电动车的关税这两大方向。以美国车对进口台湾来讲，在台湾的品牌占有率大概在10%左右。所以其实量体并不大。国内的车厂来讲，原本它的市占率其实也没这么大，客观来讲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影响是相对有限的。经济部评估，会当出货的汽车，美国对进口品扣2.5%的关税，咱国是17.5%。也若零件的部分，美国扣上重2.5%，咱国是8.1%至15.8%。整体来讲，咱国的关税比美国较悬。即马放出消息，可能有降低的空间。不过嘛，引起业者质疑讲，这恐惊会对台湾电动车的产业、就业市场甲经济安全造成严重的冲击。起价应该是还好，纳智捷基本上的地板价大概是99万、100万上下，特斯拉基本上的地板价应该是在160、70万。那如果能够降完关税之后，那基本上你就会发现说两个的价格可能很接近，产品定位还有它车型的大小其实是有点区别的。另外，汽车零件的部分，目前会当针对咱国无生产能力，甲美国有互相补助的项目，亲像车身、水箱、甲卡垫等等，放出调降的空间。也那专家是乐观其成。我们如果这样的关税是在台湾自己本身不能产制的这一些重要零组件，比方说像引擎啊、底盘啊这一些那其实降关税对于组装厂在台湾的发展来讲，有个好处，反而是你的组装成本可能会降低。未来敢有影会降低汽车零件废物税呢？经济部产发署刚表示，会持续观察日本甲美国谈判的进展，持续收集产业的意见，争取有利谈判的条件。公司新闻台北报道。